你，嘿嘿，准备好忙，好嘞！那我们就开始变手喽！耶！阿弟哥，我们去玩，你们都在忙啊？对啊，我们正要打扫。哎，悠悠妹，那你也一起来帮忙啊？好啊，我平常都有在帮妈妈打扫哦。哦，悠悠妹，你会同阿妹天数变手？同阿妹天数变手。我是在称赞悠悠妹，我说她会帮妈妈打扫。哦，我也会做家事哎。那我会做家事的客家话怎么说？你可以说爱会做家务。爱会做家务。哎，那悠悠妹，你平常都帮妈妈做什么家事啊？我都会扫地和拖地哦，厉害吧？嘿嘿。你会收踢奶，还有拖踢奶。哎，收地奶、拖地奶，就是拖地跟扫地的意思吗？没错。好哎，那悠悠妹，等一下等我收踢奶之后，你就帮忙拖踢奶 ，OK 吗？OK， 那我先去装水，和拿拖把过来。OK， 哆来咪精灵很棒哦。我每次啊，就希望你们在用客家话是可以在生活上就可以运用的。你刚刚有这么做哎，很香。哎呀，悠悠妹，怎么啦？我把水打翻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对不起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们待会收踢奶完也是要拖地，要拖踢奶啊，所以水本来就在地上也没关系啦。对呀，没关系的啦，叽里呱啦。那我们就不要再说话喽，我们可以是变手，变手。其实啊，你再去装一次水好了。好 ，OK。收踢奶，收踢奶，同阿妹天数变手，意思就是帮妈妈打扫。爱会做家务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会做家事。收踢奶，拖踢奶，意思就是扫地跟拖地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语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。懂腔哦。我背落太医，噼里啪啦啦，精彩多唱，黑衣我嘉年华，呀哈唔是哈，恰恰记录吧 ，Come on， 来扭啊扭啊，那些祝福，爱那太傻吧，念诗的歌，卡去注意下，看看那爱豆，黑超 keep 谁讲噶，家父爱豆全包啦。出啦，扭啊扭啊，说啊说啊，看哈比 N 给不卡比容易哈。扭啊扭啊，出啦，扭啊扭啊，说啊说啊，慢慢都强强力力很翻译。认真做事，上司搞怪一下，强哈来扭啊扭啊。超 keep 谁讲噶，家父爱豆全包啦。扭啊扭啊，出啦，扭啊扭啊，说啊说啊，强哈比 N 给不卡比容易哈。扭啊扭啊，出啦，扭啊扭啊。